加。米來自豐足嘅綠感，聽令愛向下旅行。拔開木竹，打開耳弓，用屁股殺麻身體留心，只有感受米嘅人事物。我對19人生我就離開福卡之後呢，一切都在腦背，正式了解行轉來自家嘅家鄉苗栗，強陽嘅日頭，強陽嘅山，強陽嘅水，也無強陽那種黃黏黏嘅，那種黃黏黏嘅色，真是係一種豐收嘅感覺，本人心肝都動，爆竹日頭嘅聲，日頭嘅味絲。看要什么？这个是萝卜糕，还热的，早上蒸的。大姐按到烘全部你自家做啊？全部走順做嘅。哦，我青好食菜包呢。唔講好食菜包，我而家都菜包就烤下了嘛。好啊。好，來。加安尼嘅一些團嘅。同我哋平。加安尼嘅一些團啊，好。輕嘛，頭髮人就安尼輕嘛，哦，輕嘛，冰一些的，哦，冰掉的，哦。西巴溫鹽素呢？係啦，也都是有溫鹽素。呢個咩？呢塊就擺咗，變到真係。那可以做師傅。係啦。因為人哋呢片，你下位勞動節好做呀菜包哦，老偏偏有買冇咁樣冇？大家有大家的口味，口感不一樣。譬如講北部啊、南部啊，有的位你用生蘿蔔，生蘿蔔，生蘿蔔係色貝，佢刷刷蘿蔔咧綁轉嚟刷刷啦，拿去醃過加調味料係。也就係你用走蘿蔔，要西過嘅，西過嘅蘿蔔絲，係西過嘅蘿蔔絲係。當時下佢就做好嘅菜包訂入去整嘅時節啦。佢講你還有4百嘅時間咯，我有冇看過冇食過嘅9層班咯，我嚟聽數嚟做喎，當然蠻好啊。當時喺9藝做9層班嘅時節啦。
佢先準備好4種色嘅菜來米醬。菜來米嘅米醬呢，佢一層一層呢，無香色就係無香嘅口味。然後佢整到熟以後呢，再來加添一層，添一層就會安尼，加添一層又會泡泡嘅整熟，第3層泡泡嘅整熟，第4層泡泡嘅安尼整到熟以後呢，就有4種色。無香嘅色呢，都係用無香嘅原料來做出來嘅。係醬嘅色咯，也叫那放關一整呢，就像也有的會含有嗰啲火龍果，也拍嘅就按照原味，也有嘅就按照加葡萄、黑糖對，一下人佢冇成按多層。2隻貼起來也差唔多。嗰個頭擺整是會整到9層，頭擺整到9層，叫咩凍盤？較盤嘅會，唔過熱頭擺較鹹，較多時間所以整較多。一下人，一下人做咧量嘅控下情況下。安尼一下就有double就幾生菜。對。充係自家細細嘅時間啦，嘅9層擺料種東西其實就會水辦，但係一般嘅水辦可能就較單純，就用碗安尼裝定整，就一個半圓形安尼嘅形。細細嘅時間就記得就當佢做成空起來嘅時間啦。我媽媽肯定嗌去水辦店，就會買一袋不同嘅水辦嚟幫嗌，跟住嗌插隻幫嗌點上到。係細嘅時節嘅種天真啊、無憂無慮嘅種回憶。嗰種細嘅東西，佢做得老人自家過去嘅經驗，也係講回憶連接起來嘅時間，佢就會帶出無同樣嘅情感。但將視覺上看到嘅種豐富，其實就係一種醬、一種味嘅東西。你好，大錯蟹。大錯蟹。阿婆，你用咩大粒錯蟹呢？我台灣人苦咩嗬，做大錯蟹成法啦。我記得我細細嘅時就看阿公阿婆都冇做蟹啊，跟台灣人用咩做到錯蟹呢？開膽時就做啊。開膽就一般安尼來往來路安尼行也係講那邊。普通嘅都開煮嘅咩嗬，開錯蟹，安尼開卡扎開的話。卡酥嘅，個乜嘅開火台度做安尼嘅，安尼。台灣人冇係好做咩？係。也都唔肯定做個，敲到神空一張做。連錯蟹都唔肯定做。係啊，唔肯定做。咁你係要去神空嘅時節才會做。係啊，去神空。啊，做埋去神空貼票去做錯蟹咯。滷肉咩？哦，會挑啊你。係滷肉，個會醃腳啊。哦。係啊。看到金陽阿婆用家書啊。就安尼一股一股安尼扭安尼拗安尼穿過來穿過去哦，我會聽到講哦，真好奇比這個上馬街做了同做嘅時間，跟人自家嘅經驗嘛，對我來講，呢種全用
也个数字工的感书啊，数字迷的感书，这样触觉非常非常发达，最发达的地方，去做事情的时间啦，头脑完全不用睇，给一种大脑的放松，就动像一种修身用心啦。你做得转到一道非常恬静的一种恬静的一种状态底度，然后自家专心做一件事情安尼。这种老自家强下老自家同在那一种感受，来车头讲，你做个东西啊，给也会传递出一种精神性。阿婆，你用白银开始会学打错鞋嘅？他白人酷咩？打出来打来卖啊，今日你打一双都得买几多钱啊？一双8公元，今日你开始做嘅时，因为做得打几双啊？因为他们都去打15双。今日这种生意做错鞋有讲动多冇？也系讲动上头白人开单全部做错鞋，冇鞋好做啊，头白人酷啊。今日按用一双错鞋做得做几久？安尼啦，嗰陣時咩要產度嗬，都做個較少多啦。大家很多棍型有安尼程度。產度嗰陣時嘛，一冇產度嗰陣時就較隻快啦。哦，那套鋪放很多棍型嘛？一啲人都安尼關係，呀，嘿，哦，唔係安尼較隻快睇啦，唔係安尼產到佢，哦，產到兩條了，總共兩條安尼，都較唔係快啊呢，嗬，做得做較久。係啦。做真的不較好，行安尼路你都唔盼你做，雖然車會打來唔盼你做，當我頭班人較戇咩，咪較省本錢啦，冇出去行人好食，我日都全部係做的呢，頭班那樣係好做啊，我現在19張係好做，一種係做當橋啊，因為人買起啊，我來做較重要，你唔來做，兩下班就快睇，那咪就太可惜，人錢都會買。是唔知安尼想，嗰種啊慣性會長較飽，安尼你做得準備較堅固，較來做。而且都見到阿婆講嘅美好啊，係對一種特別嚴苛的環境之下，一種選擇出來嘅結果。唔係單槍講，看到做到動有嘅東西賺很多錢。但是今日安尼出於一種實用的一種目的性嘅實踐，在這個配合實用的目的性之下呢，佢有選擇，佢做出另外一種美感，這種美感係噴嘅，係一種本人安定嘅感受。我相信做到假鞋，我去上行膽潮來講啊，也係講愛開膽、愛過水、愛乜嘅，做定佢做嘅鞋，成晚都會有一種安定嘅感受。
今日啲行嘅地段呢，行嘅時節啦。頭擺我對火房和塘嘅印象就係西國嘅地方，西國也係西皮啦。但係今日我看到嗰邊西邊我冇看過嘅東西，都金子。大哥，我剛走進來的時候，看到你這邊，這個是在做什麼哈？都是拜拜用的金銀紙。這是金銀紙啊？怎麼這麼大張？哎呀，這個還要再去裁切，這1/4嘛。哦。這是1/4。哦。這個我們在工作上的方便呢，說是用1張4點，裁切。這個銀色的是拜祖先用的。嘿。哦，這個是拜神明用的。哦，神明是用金的，金的，是用銀的，銀色的。那為什麼要曬呢？因為裡面有漿糊。哪裡有漿糊？漿糊就是乾啦，剛剛弄好之後就濕濕的。嘿，濕濕的就要曬太陽。哦，這個是什麼東西？錫，這是錫。金銀同體錫。哦。錫在燃燒的話，100%燃燒。會整個燒掉，對。哦，所以才用錫來做。用錫來做這個金子。那這個要曬多久？要3天。像這樣子的天氣。大哥，以前在竹南這個地方，還有沒有其他人也在做金子？大部分我們竹南鎮中港地區哦，在最盛的時候是30年前了，大家都將近有800家。800家，那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做。對。大哥，那以前在那個家裡開始在做這個金子的時候，有沒有遇到過什麼就是比較特別的故事啊？哦，日本時代是他要把日本的文化移進台灣來，那時候都碰到有一個戰爭，美國要來轟炸新竹的空軍機場，我們竹南跟空軍機場相差1公里。哦，好近，很近哦。他要來轟炸，說低空，大家我們村莊的人都會害怕，以為是要來轟炸我們，其實不是，大家要去轟炸機場，這樣之後變成金銀紙搶購。為什麼？要保平安啦，那時候日本政府要禁止製造，然後偷偷的暗中的買賣。今日真是喺我天擺看到金子變落幾片曬，一塊塊安尼起到禾塘地度，規貼的安尼起到幾片安尼曬。當中啲店名啊，也啲個排列的安尼，出到當好搞誒，禾塘頭擺看到就會曬皮，曬生意咧，上次生意咧曬成好忙作上就。發出去曬生意咧，還有就會講曬麵線啦吼。但係呢，也係我今日張地原來特別見阿公婆也講見伯公見神嘅時節燒嘅金子，原來愛曬過。來，這是我的工廠啊。看到那些在這是你的工人在切細胞的部分，在這裡切細胞。阿姨的手都完全沒有停，很快的。他85歲了，他6、7歲的時候在母親的旁邊一直學習到現在。他就說你要切的話，來這裡再做。好。這個是樹皮啊。第一，這個錫箔哈，這是錫箔。你看這裡就有2張啊，很薄，很薄。第一就是說，這個太白粉要沾一沾這個1/3這樣拿起來，你拿，我拿，撥上，這樣放上去。天天泰國學按用滿洲金子嘅時節啦，其實人嚟講，粒子呢就係用2顏色嘅麻竹來做嘅，來打來做。粒安呢用漢人嘅做嘅來做嘅字呢，做出來就會係優秀。免當疊嘅粒層呢，疊下去粒種子就變成雲字，但係免當疊嘅粒層其實係錫箔，錫箔動撲哦，非常嘅撲，用一種當貼片嘅東西，按到那麼說這個樹嘅樹皮做嘅一種當像刷子一樣。
摔过去摔过来，免当减下来，变起来的时间呢？哦，那就一张了。哦，有呢，有呢。好，这好，这样比较有信心。嘿。大哥这边好了之后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那边擦精油。好，好，啊，这个哈是要反面来45度，这样那个推细胞是这样45度，现在要反面热回来，这样推上去，哎，拨上去，要一点点力量啊，哎，哦，啊，一张一张，哦，分1、2、3、4这样拨。哦，1、2、3、4，所以这一张是放这里哎，哦，啊，这就给你拿。好，我试试看哈，轻轻的沾这样子。好，那精油抹过去，真实这种云子呢，就金光闪闪的。其实係這個今日做嘅歌場呢，人家測到講，哇，這個金色真是非常非常的強。大哥，这个会这样子金金的，它是用什么东西？用那个胶片，配合这个2甲基防啊，工业酒精，哎，所以是一个特别的配方。哎，这是在这里。啊，如果要倒的话，要摇一摇啊嘞。哦，大哥，那这样子还这样最好。好，这样最好，不要再过气，就会浪费这个原料。哦，浪费原料，原料很贵吗？哎，不还好啦，有点粘纸。1、2、1。银子、老金子，安尼做好以后呢，加个亲密一套爱做的事情都係呢，愛浸印的。它的正面呢，就像一种落款，要一张老钱呢，盖上了中央印制厂，也就真是编省的啊，阴间它是通用的，也还做得用的钱，哇，一种钱就按你做出来。第一阶段先打爆竹，好，不会震动啊。哦，很清楚这样子，不会震动。那现在你打开看，这里你给你打，好。抓这边，好，抓这边。有震动，会震动。再一次，第2次，还是会震动哎，震动，我们再来。搁较大来数了无？哦对，嘿。哦，啊，看单机拍呀，好像比较稳了呢，大哥，好像比较不会晃哦。慢慢的学习啊。好，好嘞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在我们台湾啊，在嘉庆年间呢，那时候大陆移民到台湾来啊，连金银组也是大陆来的。啊，大陆来了，我们这庙啊，这个竹义宫啊，它比郑成功还早来到台湾。那时候金银组啊，这个中港地区没有人在制造金银组，全部大陆来的。那是为什么呢？那时候碰到这个风台，船不能进来。啊，农历7月快到了啊，怎么办呢？那庙里开会哦，不然呢，剩下没有烧的模仿台湾铸造，结果铸造出来。
来边。阿姨安怎？走。你还买个东西？那是保温的东西，茶树保温的嘿，大家都看到的嘿。你拄好有面的吼，不会包起来，茶标落去吼，泡好标落有6点到8点钟还烧烧。拄好有面的，茶壶用到底不会保温，上天又防爆。这你看这边按炒，这边敲啊来，安尼做。俩就会俩的茶树，要做大，刚开始做起来，那就做好的，要做好来保温啊，就要有保温。有太料，有太料，有太早洗澡。我蒸茶不熟，好啊，谢谢。要保温清好，谢谢。能烧好。这所以做泡的嘿，你可以保温到6点到8点钟还烧，你很当烧吼，清好用，很甜吼，当好用。对玉英阿姨第一个印象就会老给讲吧，车头讲，当吃人嘅感觉，冇买像第一摆見到面嘅人，包面啲加順康啊，看佢做東西啊，也係講係聽佢做，也係講老佢講法，聽佢講法，就像佢做嘅東西啊那樣，輕柔啊，有一種當飽滿的一種女菜嘅滋味嘅感覺。阿英看了安尼有比较好冇？哦，还袂，当抢哦，冇有，很冷了，抢哦，替吃拿都做到安好，好棒。我有用功努力学，头脑好，聪明，一看就知道呀。头看欣赏，用办法。一看得出我也聪明啊。咁安尼，安尼咧下做咧茶树係從家嘅帶開始，茶樹帶。嘅嗰個要能愛，嗰有當個做一下，成咗帶下做一爽，通用哎，像家下你講到吼，我一定要請專心來做。係我專心，我冇專心做唔得。我專心做出來，我有辦法。做出來冇醬啊！嗰啲咧東西吼，唔單止吼本人做啲茶壺安尼保溫，還要食用嘛，吼，還要叫醬。你可以係啦，係，一都要買來吼，都做啲款醬啊，收藏品用嘅那款醬啊，又不用一叫就一醬了嘛，不用失眠吼，黃金當醬哦，加個色還有變化鑽石，加個罐好會鑽石。你做嘛會開始來做咧茶樹？講起來當床哦，好啊，很床。以前人要做生意啦，吼，要開店的吼，開店迄個隔壁嘅阿婆啊，佢主要做吊吊嘅，吊吊細個吊吊，10姊妹有冇？特別10姊妹就吊吊細個吊吊。阿公特別當辛苦啊，寒天啊就去散風，去做些。又是咧人飯啊，又是人茶，這阿婆就當辛苦當艱苦嘛吼，捨不得樣是人嘅東西。阿婆想我做吊吊嘅模樣，我也還有個啦，我就做下太雜嘅事嚟保溫飯，幫那個阿公拿去田烘食，自己做些下，做頭拿出轉燒咩，叫我就做太雜嘅呢。家下我都練衫嘅吼，家下我生意嚟行些吼，他把我帶過去了啊。阿婆就講叫我做太雜嘅，帶本阿伯去阿公去田烘吼，裝飯裝燒茶就食。阿個好啊，跟住做下太雜地位，拄好你裝麵嚟落去啊，裝布落去啊。啊，兩啥做要參詳，要研發，係，就要研發要講，研發出來嘅阿公就帶去田烘咪吼，
聽下豬頭先拿出，哎呦，飯還少少喎，茶又還少少，當香啊！阿妹去阿公就做來咪，做同阿婆講咪吼，阿婆講啊，你做個調調還好哦，我拿去田吼做些吼，阿豬頭拿出還少少當好，阿婆就當香咪吼，阿公要安尼少少炒嚟食就開嘅，哦，見做人客都見來吼，來咗見到人嚟咪吼。阿婆就話：唉，而家好學咧，好學嚟做咧，嗌出嚟錢做唔切咯，叫好學嚟學嚟做，上阿一好啊，傳下去。即係你就會攞佢按依陣都茶書啊，因為啊吼，傳來傳去見到人嚟咪，人客都嘅學教啦，嘅沙期嘅人嚇，理事長就見到講，我真係教我學生好冇樣啊，個好啊，哦，教是做的，但是。又唔知我乜個名嘅，見邊度搞乜嘅咯，就搞調調，冇糖咧吼，冇糖。跟上個了頭裝白嘅，駕駛員就不用茶下多咪吼，都是茶就叢書啊，吼，都是茶，叫做安多茶書啊，真有名嘅咩？我見邊有搞乜嘅搞做茶書嘅，我都冇名嘅，所以我就安多名嘅，安多茶書，都是茶叢書嘅意思啊咧。嘅阿英係上下問啊，即係呀。線路比安尼就係安尼行，也係唔自家上到嘅。嘿，頭擺啊吼，個阿婆啊吼，老人家咪吼，佢做無線路，佢先青菜田啊，青菜田慢慢叫青菜無線路，嗰個吼，大概做好些個改冇安尼啊，冇安尼改，那是我研發出來做一隻改。頭擺阿婆做嘢，佢家個改啊，改啊，長，安尼啊，屬於娘嘛，一樣。啊，唔吃油咪吼，唔吃油，還好愛做嘅吼，我就想講，你做下做一隻改嘅吼，減毒嘅吼，減毒嘅就先裝得舒拿去較舒服，哦，較吃嘢，唔會屬於壓啊，較舒服，我就開始做。我愛車都係用輕強咧，因為要做一個立體嘅造型出來，冇簡單啦，上到去安尼做。其實你從生活會用到嘅東西哦，可能特別你開始嘅時節，佢可能就講，啲係一隻做得用嘅東西，但係我所有嘅一隻製作嘅方式也好啦，就會圍繞着這個使用的目的，本佢做得用，本佢好用，但係呢，可能用阿姨佢做了茶書啊，佢會去想講，一東西愛用，佢也可以擺到屋卡底度，啊擺啲拼音啊買張顯影客，夾嘅屋卡底度，我本佢好看啊，我本佢看得係正嘅啊，我本佢看到心情係好嘅啊，嗰時候佢會用嘅頭腦去想，用版音去來顯得出來，本佢看起來有一種線條的那一種韻律感，啊本佢描起來係均勻的。佢就當做從兩個部分，就會講，呢個東西唔單淨係一隻做得用嘅東西，佢係實用嘅東西，佢還愛係一隻本人聽到嘅、看到嘅、批到嘅，還有講用起來，同時就會兼顧這麼多方面的這樣子的一個呈現，呢個作品係安尼。嗰時候佢對一隻你從生活嘅用品變成係一隻作品。嚟出到一啲度就要用人去動到嘅用心啲啲度，因為佢會為你個用嘅人去想，就係想喺本佢感受到呢一件東西係好嘅，本佢用起來嘅時間呢，除咗講好用，還有就會帶本佢當好嘅心情。呢就係一隻你從生活嘅東西，但係佢已經到另外一隻作品嘅層次，一啲度有創作者嘅用心。南湖雕茶書，一扎禾稈春熟殘，樹枝傍熟點點殘，殘出一扎南湖雕，女僕棉花布來包，輕槍吊刀研優手，還有林馬該來劍，頭擺設計每做雕。兩下泡茶不運用，茶比茶壺變地度，做嘅南湖能乾雕，人講識茶會藏書，我名茶書添福書，這些
太公，你都会做乜嘅？做木桶搞啊！你係乜嘅東西？做標東西，標人特別嚟做得，做飯蒸沒做得，做水瓢沒做得，就咁樣啊。然後做起來。你係乜嘅材料啊，Q 料嘅啦，hinoki。hinoki 檜木。去刺到嚟做嘅啦。hinoki 嘅東西人講。以後古人就安尼講咩？我就印象講，平平啊樣做，就尋到顯到去較有價值咩？共享樣咩？料嘅質不共樣啊，所以要拄有安樣嘅環境咩？我哪多安樣嘅顯到去嘅原料啊，所以就安尼去發飛機嘅啦。泡水曬成手架會有香氣，就是嗰種香當舒服啊。這樣檜木做按細大嘅桶嘅，還做得做下太賺嘅嘛？可以啊，做到較大啲係做得噶，做到四神房這樣做得。四神房。然後泡膠桶。啊，現在就開始做兩個用。哦，講緊樣嘅老人家帶定嚟做噶，就當做之前就嚟做，但是佢樣時誒冇按流行嘅，買個木桶啦，冇按樣嘅做產品咩？就做門窗，然後下回再拿到講做人嘅產品，差唔多10公元嘅啦。但係頭擺睇過就係同老人家好嘅，即係做，即係安尼睇講人爸爸也係做了。佢教嘅啦，嗰樣嘅口語啦，因為書嘅，安尼看唔出咩，啊一啲啲去偏移嗰樣嘅做，樣嘅做老人家要教啦。唔過睇講人名都了係安尼，一點咩？係一點，但係了都演員咧。佢一全部要試下嘅個，要攞過嚟啦，係啦。嗰時咧，我一係張廚牌嘅產品，而且強意嚟。有眼看出來咧，呢啲咩？安尼。對，有時候唔得太啲哦，唔太啲要演繹得唔正哦。你係顏料。顏料對。哦，你一片較快，一片較冇辦法。你係。要溫滿哦。一較大條咩？一較細條咩？係咩？你就可以睇細得喂。但係你用嘅底料，要一片，這邊要多長，這邊要多短。跟我前出用拆寸本嚟咩？我就要同它酸咩？19公分的直徑啊。所以我都把它放上去，他說是什麼？好的啊，你都放心好了，絕對不會騙人的。有這因為這沒削掉沒？哦，它削掉就會削掉它會，哎呀會符合啊。哦，看你這裡面小圈就是這個嗎？你問得很詳細呢，我都說喂，你看這19公分沒？這個對不對？19公分沒？對。然後這底下是15公分沒？這個那底下的也沒，15公分沒？直徑啊，不會騙人的，尺寸不會騙人。你煮起來，按那隔皮的你都會變，哈，要不要吃起來？一堆安尼拼起來。拼起來啊！你還玩樂高哦？你吃糕啊，就當神器啊！
伊有呢個啊，喊做的，冻水生包。像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给它密合。压还蛮密合。就是要用这个用压。好，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，给它表给它哈，然后就用这样打。这个就很密的，你看，你往稻米也没，大家都稻米忙也没。这样呢，要做的总水。对，要先煎米哈，先煎米，这样它会膨胀起来。煎米哈水。像以前羊棚的全部这样的，还没很哦，还没有我这个这么紧哦。先煎米哈比膨胀以后，它米忙就水就唔会。哦，嗰時佢喺表面一條細米走嘅電都會攞水。会裂开来，转过水晒太阳会裂开来。但是快木它有一个优点，它基础品质好，基础它不会热胀冷缩、磨完的问题啊。所以这快木的优点就在这里。水位也好啊，无管也好啊，就讲水桶好嚟，佢用水位来做，可能佢用檜榔器，佢用杉的，我用檜榔器撈杉的嘅香味。一名你就第啲東西，佢就唔係用塑膠做的嘛。但係也唔係講塑膠做嘅東西全部都會借哦。但係呢，水做出來嘅東西，佢會有佢自家本身嘅每一條水嘅底度，切一塊一塊，看唔到同樣嘅紋理。故所都係每一隻桶嘅也做得講好，啊做出來以後呢，佢也係獨一無二的。加上就會做喺人家嘅手工的底度。故所水桶呢種東西哦，佢本身材質上就會本人一種哈柔軟。讓人家疊裙嘅感覺，你攞塑膠呢種，其實真是做得講塑膠嘅東西，它冇所謂按有生命力。啊，生命力係嘛嘅？生命力就係按人當日生發地度活生生的東西。呢兩個地方嘅看到嘅藝術作品啊，我自家注意到講，因為呢個藝術節很多體驗藝術節，故所人嘅藝術作品並都也偏嘅時間呢，記到了主位西主位也講說到山的啊，山的情況也係講水啲順風流過去好吧。譬如講呢，啲泰國嗰邊看到嘅一隻拍攝嘅一隻編織嘅作品嗬。真看到佢嘅時間，會出到嗰種色拍嘅色，然後絲竹味嗰種牆色啦，也係講天奶嗰種奶色嗰種東西，看起來佢會出到有西巴嘅突兀嘅感覺，有西巴嘅衝突啊的。他製造了一個事件在那裡，一件事情都給騙，一張東西都給騙，你就會行入去，行入去以後呢，你真有機會發現到幾老兩環境。有那個一種對話，我行入去咧，當吃人因為佢帶下嘅編織嘅索嘅啊，圓吃人坐到幾片，你就會倒下，你就會睡下來，就是睡平平啊！你看到面上嘅天空嘅世界啦，還有透過嘅編織嘅啦，碰嘅看到面當蝴蝶樹悠悠嘅橙色嘅樹葉，後背係橙色嘅天空嘅世界，就會看到哇！原來呢個作品底咧，用按呢個角度去看嘅時間，佢講到按詞言。我說體驗藝術愛留環境對話嘅東西，呢種對話到另外一個角度、另外一個層次、另外一種眼光去看事情、看東西。一隻路
下住，南风扫过天深路，路上高大天桥，也个比来比过去。想起只落下珠，伊无会打到你的发梳，梳下以后将水面红，黏黏的发，就像很多嘅落下珠，上下落水上下蝴蝶。就像很多嘅落下珠，上下闹热，上下冷落。记得一张落下珠，南风扫过天深路，路上高大天桥，也个比来比过去。想起一张落下珠，伊无会打到你的发梳。咱要转到自家嘅家乡苗栗，苗栗一直都本人喊做山上。虽然讲上是了环境本人动多嘅考验，因为生活伫个地方就要有法度，女性要懂坚强，做得去面对那种较艰苦嘅生活啦。但係呢種環境，咱個一面佢也要本動多嘅正義，像阿婆做嘅草鞋。像個阿姨做嘅茶書，都用木棍做嘅，你係持之以太自然，你都係太自然本人嘅一種禮物。快快樂樂嘅花，行行停停嘅南風，行行停停嘅南風。